是安怎查甫人比查某人较敖着癌？癌症已经连续几若年排台湾人10大死因的头名，伫其他的国家呢，伊定定嘛是主要的健康威胁。毋知敢有人注意到一件真怪奇的代志，就是毋管伫台湾还是外国，查甫人普遍比查某人较敖着各种的癌症。当然，除了脸癌、子宫喙癌以外，而且查甫人伫着癌以后，病情恶化的速度嘛较紧，较好伫治疗。真时常听到人安尼解脱：查甫人爱啉酒、食薰、薄槟榔，佮较含慢保养身体，阻止互家己熬着癌。毋过，就准讲甲后天的生活习惯因素排除，查甫人共款会比查某人较熬受癌症的苦毒。是安怎查甫人天生会遮歹命呢？男女着病的几率无相共，有济科学家推论讲，男女性体内无共款的性荷尔蒙，无的确是背后的一个大因端。因为性荷尔蒙的分泌，确实互这个病症，比如讲心血管、自体免疫、下肢等等，因的发生率有男女之间的差别。互咱的了疑，反正就是荷尔蒙造成男女着癌率的关键。不过，美国学者 Joshua Rubin 认为代志无遮尔单纯，因为体内荷尔蒙的浓度会对人的年岁变化，所以原自荷尔蒙的作用和着病的几率出现差异的现象。而无共年岁的男性和女性之间通常有争差。以妇人人来讲，伫生育期的时阵，着自体免疫病的机会会较悬。更年期的女性通常较有心血管的问题。毋过，真侪癌症，可比讲脑癌，毋管年岁大小，查甫人得的几率通常比查某人较悬。甚至有几类的脑癌，伫无到5岁查某囡仔的发生率，比查某囡仔加强要1倍遐济。因为细汉囡仔体内内分泌无亲像青春期的少年人也是成年大人，有无共性荷尔蒙的分泌，所摆造成男女着癌几率的差异，应该和荷尔蒙无抵带。来自男性的癌细胞较歹，女病犹疑查甫人和查某人的细胞因本身伫癌化的倾向，甲刷了几点体内拓开的速度无相同。致使男女有无共款的着癌率和治疗的成功率。为着要透底来了解这个秘密，鲁本伫实验室对鸟车公和鸟车母的脑部分离出所谓的生状细胞，因为脑肿瘤常常是源自癌化的生状细胞。透过分析无共性别来源的生状细胞，鲁本噩梦会当找到问题的答案。鲁本伫培养半日观察到鸟车公的细胞较较互人利用生物科技的法度，可比讲人工诱发基因突变，甲转型做癌细胞。若甲这个转型成功的癌细胞注射入去健康的鸟车体内，伊发现来自鸟车公的癌细胞较歹，较敖伫无论是公的还是母的新鸟车宿主体内生产。而且生产的速度伫无共性别的宿主之间无争差，暗示讲鸟车公和鸟车母体内的荷尔蒙环境，并毋是影响癌症发展的大因素，主要是和细胞的本质有关。来自鸟车公的癌细胞本身就较歹，较好伫对付。鲁本的动物实验结果显示，来自鸟车公和鸟车母的细胞本质上就无共款，这反射是造成查某人较敖、较定着癌的因端。毋过，为怎样查甫人的细胞会遮搞怪、遮敖癌化呢？无共性染色体造成细胞癌化率的争差。伫2017年，一个由美国哈佛大学甲 MIT 的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，伫自然遗传学期刊发表因研究男女着癌率争差的论文，
因发现原因真有可能是和性染色体有关。人类总共有23对染色体，其中包括22对无分性别的体染色体，以及第23对决定性别的性染色体。查甫人性染色体是 XY， 查某人是 XX。X 染色体比 Y 染色体较长，有得较侪维持细胞功能的要紧基因。所以理论上，女性会比男性加一套基因，会表现出双倍的基因产物。为着无爱互查某人的细胞的基因表现伤悬，伫胚胎发育的时阵，逐个细胞会互其中一条 X 染色体失去活性 X inactivation， 也就是互点伊内底的基因未表现，将其尾互查甫人和查某人拢干那有一条有功能的 X 染色体，互因有相当的基因表现量。不二个，这个由哈佛和 MIT 学者组成的团队，发现有侪点 X 染色体的肿瘤压制基因和别个基因无同款，因为 X 染色体失去活性就无表现，也就是讲女性的细胞天生就有2套有功能的肿瘤压制基因在表现，毋但加强查某人的抗癌力，嘛会当做另外迄条基因发生突变的时阵的诱避。鲁本的研究得到侪知名科学家的注目甲肯定。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微传学教授 Kristin Tistash 就甲美国 The Scientist 杂志讲，了解无同性别的细胞之间的生物功能特点差异，对未来医学要发展出新一代的癌症疗法是不加要紧。尤其现处时的医学愈来愈重视个人化医疗，关注性别可能造成的药效争差，的确就要伫药物设计甲临床试验的时阵列入考虑。